伟大的妈妈救了小孩，用到退烧药，用到塞屁股的退烧剂。喉咙很痛，要给他吃布丁、豆花呢，都要先事先准备。要去半夜跑医院都被拒绝呢，打电话都打不通呢。你看要跟高烧打仗，这种情形多辛苦啊！高烧是个高峰期，早中晚凌晨，好可怕！喝电解水速泡，搭配白开水。发烧会喝那个速泡啦，加白开水加电解水。会烧到那个颤抖，好可怕！状况好的时候要叫他用力的呼吸，用力的吸气，还有在肺部周围拍打，肺部的周围按摩按压啦，肺部的周围叫做按压拍打，用手指敲打。你看打了一天一夜192了，手指都快按烂了，不会通就是不会通，可能接线的人不够，热线你看接不通啊，人家都接不到，接收不到，不会通，电话都没有接通。要自救，你看，还要懂一些方法，要有智慧啊！智慧就是护身符啊！你看，知道喉咙会很痛，所以先准备好豆花了。豆花以外还有软软的布丁了，布丁。因为喉咙很痛，还是要吃东西啊，保持身体的体力啊。还有你看，它补充水分要速跑了，电解水配白开水。你看还用到退烧药了，你看，还有塞屁股的。塞屁股的那种退烧药，状况好的时候还要叫他多吸气啊。你看，没烧到39度是吃药，烧到39度要塞屁股退烧塞剂。第3行，烧到39度就要塞那个屁股的退烧的塞剂。吃东西有困难要买豆花跟布丁很辛苦要喝那个什么电解水速泡搭配白开水。状况好的时候要吸气，用力吸，用力呼吸空气吸到肺里面，很用力的吸要在肺的周围按压拍打，在肺部周围按压拍打，没有刺激胸腺帮助那个免疫细胞 T 细胞嘛，是不是这样？还真有智慧、很勇敢的妈妈，你看真不简单。